后来镜头刷登来台湾来看警察徛伫个司法的第一线，知法犯法，而且佫是高学历的警官。刑事局指纹科一个2.3的警务证，摕2个博士哦。过去佫因为贩毒有功劳，得到总统的表扬。想袂到竟然伫个网络顶来卖毒品。 结果来个买毒品的，是来钓鱼办案的台北市松山分局的员警，双方一个见面，就提出着按这种的毒品，当场就去互逮捕了。刑事局马上来调开着考纪会，加记2支的大告加免责。你有吸毒吗？身为一个警务人员。 挂嘴暗头的伫美镜头，这是刑事局指纹科的警务证会出现伫地检署，唔是破案，是因为伊本身有毒品，互人掠入来。有误会你吗？如果说无讲话就离开，被掠的迄一天是拜三，本来有上班，却是临时请假。原来伊伫网络顶面是找人要办活动，佫讲有好物件，双方约好伫个昨中昼伫台北市艋舺一间商旅见面。伊一个提出毒品，对方就直接表明身份是松山分局当下派出所的警察。 伊就到做笔录，伊才承认讲伊嘛是警察，伫网络买毒品被采入上办，刑事局随调开考纪会，对其2大告免责。我们会按照特定人员尿液采验办法，对于所有接触毒品的同仁，加强全面的尿检，以自清。 松山分局积极伫网络巡逻，这毋是头一摆掠到家己的人。其实伫今年12月，就掠过想要开毒派的刑事局监视科的巡官。平常就独来独往的，上班就常常临时请假，出勤的不正常，东西就摆着，会拖很久，所以才会一直被换单位。警大60期毕业，佫有双博士学位，捌反毒有功，得到总统的表扬，升到股长刷出状况，即马本身有毒品。 头路保袂牢，更加伤到警察的形象。